咦？你咪陳春福？喂，你講清楚啲，係奧脱陳春福啊！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咧嚟到奧脱陳春福 Podcast 嘅第4集啊！講講而家錄音嘅時間啦，就5月4號溫哥華時間咧夜晚10點45分左右。喺開始前呢，都要同各位支持者講聲唔好意思啦，因為之前嗰2個星期咧實在太忙啦。咁如果有留意我嗰Facebook 嘅話呢，就會見到其實我早2個星期都有啲個人嘢忙緊啊，即係有啲譬如第一信啊、準備轉工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都好多謝大家嘅體諒啦，亦都有啲網友就話幾時有得聽翻啊，想你繼續落去喎咁樣。咁好多謝大家支持嘅，因為即係掛住你先至會想你繼續錄啦，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就消失咗都冇人在意先係最大問題嘅。好，都講多少少個人嘢先啦，因為呢，喺我講正題之前都想講話，其實今朝溫哥華時間6點鐘呢，就睇咗曼聯對賓福特啦。咁睇完波之後呢，就梳洗，跟住換衫就出去就睇香港劍擊隊嘅花劍世界盃嘅比賽嘅咁樣。咁所以搞呢搞路搞咗一輪呢，而家先至有時間正正式式錄音啊！咁呢個呢，就係今集嘅一啲前設啦，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嚟緊嘅時間呢，即係嚟緊嘅日子呢，都會盡量錄翻多啲，即係恆常啲咁去錄呢個節目嘅。咁希望大家多多包容啦。如果真係中意聽嘅都可以即係繼續通知我啊，繼續話俾我聽你想聽到我把聲咁樣嘅。好，前言就講完啦，我哋入去正題，聽聽今集第一個關鍵字係乜嘢嘞噃？第一個關鍵字咁當然呢就係賓福特啦，因為睇完波之後呢，我都未寫嗰個賽後嘅評論啦，咁我不如就直接喺個節目嗰度講啦。4-3啦，基本上都我諗大家有睇波都見到個場面就唔係好靚仔噶啦，尤其是呢。賽前Amorim 都有講過，就話即係今場都會出多啲小朋友噶啦，就比較多輪換。咁因為呢，其實歐霸杯始終先至係今年啦、今個 season 啦，曼聯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爭標項目啦，亦都係唯一一樣嘢仲可以爭噶啦。咁即係雖然話聯賽呢，每高一個排名就有大概280萬磅左右，咁但係的而且確呢，即係聯賽排名唔係話你努力就可以做得到嘅。當然啦嚇，你唔努力呢，就冇機會添啦。咁但係話唔係話你努力就代表其他球隊一定會失分，可以俾你升高一位，賺多200-300萬磅咁樣樣。講翻場波呢，其實就好大幅度嘅後備球員會上陣啦，亦都見到有3個相對年輕嘅球員係正選啦，包括係Chido Obi 啦，即係前鋒啦，同埋左翼位嘅 Harry Amasa 啦，同埋右中堅嘅 Fredrickson。咁其實呢3個球員亦都令到即係大家見得到啊！平時咧輸波嘅日子，大家就會有啲球迷就會發晦氣，就會話：唉，不如出青訓算啦嚇，U18嚇炒人哋咁多球，係咪有機會會好過一隊啊？咁樣咁，畢竟呢，大家對於好似我之前講過啦，大家對於未上陣嘅人呢，係特別多幻想啊，買唔到嗰啲永遠係最勁嘅。咁所以咧，大家今場就見得到啦，尤其是賓福特咧，係一隊踢法相當實際球隊啦。Frank 亦都係一個即係冇乜花神，即係唔係話同你玩好多咩 style of play 嘅領隊。佢真係咧將即係手上面有嘅球員發揮到極限，亦都係一啲相當實際踢法華而不實嘅一隊足球隊啦。賓福特睇翻個場面呢，尤其是頭先嗰3個講過嘅球員呢，都好大程度係點解我哋今日會輸嘅。其中一個輸得最金嘅地方呢，就係過往嘅比賽，我哋喺5-5波嘅爭奪上面啦，不論係 ground duels 定係aerial duels，即係地面嘅爭奪定係頭球嘅爭奪呢，都有啲起色嘅。咁今日呢，就上下半場都係落於下風，嚟輸咗俾人。整體嚟講呢，喺71次 ground duels 嚟講，賓福特咧係贏咗40次，空中爭頂咧先至係更加重災區，23次人哋係贏咗16次。
就算連盤樓嘅成功次數啦，人哋盤樓咗22次嘅成功10次，喺呢三方面呢，基本上我哋都係即係大幅地落後俾人。咁啊，如果要講到嗰三個年青球員嘅表現，嗱，首先啊，即係我攞佢哋出嚟講呢，唔係話我要批評佢哋啲乜嘢，即係純粹係俾大家有個概念，知道當我哋對於青訓球員有無限幻想嘅時候呢，其實都要睇翻啲實際嘅數據。譬如Chido Obi 咧，佢的而且確係一個幾高大嘅前鋒球員啦。亦都咧，如果有睇 U 隊比賽嘅片段嘅話咧，你會見到佢喺即係 U 隊嚟講係身材係特別高大嘅，佢係可以 bully 其他 U 隊嘅後衞嘅。但係當然嚟到英超，尤其是對住賓福特咧，甜頭就冇咁多啦。喺頭先講過嗰幾方面 ，ground duels。Chido Obi 係6次，只係贏咗2次，而高空嘅爭奪呢，3次係1次都冇贏到嘅。咁啊喺 SofaScore 嘅評分係6.4啦。賽後呢 Amorim 就被問到即係呢個年輕前鋒佢有啲咩意見啊，覺得佢做成點啊咁樣。咁其實評價都相對正面嘅，亦都話佢其實好努力啊，佢即係整場比賽呢都喺度奮戰到底。但係亦都有提到就話，即係佢用佢身體嘅啲技巧上面呢係相對地天真啊。佢話 little bit naive。OK，咁我諗呢個亦都直接牽係到佢即係點解會喺呢啲5波爭奪呢未能夠善用到佢嗰個身高嘅優勢啦。呢方面亦都係佢如果即係要上一隊嘅時候呢，必須要即係繼續努力嘅嘢啦。好，至於 Harry Amas 又點呢？咁啊呢個左翼位嘅年輕球員呢，就踢足全場嘅。講翻 ground duels 同埋 aerial duels 咧，喺地面嘅爭奪5波就9次贏咗4次。不過空中爭奪咧就真係比較差啦，4次嚟講就冇1次有贏過。SofaScore 嘅評分咧俾佢就6.4。如果睇翻場面上面，大家都見到佢有即係上上落落都好即係走個不停噶啦。不過你話喺進攻上面咧就未必話有好大嘅參與，但係防守上面咧佢都相對努力啦嚇。講埋後衞 Fredrickson 啦，佢就已經唔係第一次上陣踢一隊噶啦，已經係印象中應該係第2次噶啦。雖然咧就冇踢足全場，去到76分鐘咧就俾連迪魯夫入替咗，但係佢喺地面嘅5波爭奪咧1次贏咗1次，空中嘅爭奪就爭少少，5次贏咗2次。咁當然啦，輸咗3次咧，其中1次就係俾對手嘅前鋒 Shade 即係爭頂嘅時候贏咗。不過嗰一球咧都係因為即係成隊曼聯因為迪列治嘅受傷，所以就突然之間失去咗重心啊，好失魂啊咁樣樣。咁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呢3個小將呢，喺即係5波嘅爭奪，尤其是啲身體質素嘅對抗啦，尤其是對住賓福特呢隊球隊，有甩漏呢，即係有不足呢，係我諗係預期之中嘅。如果你唔係嗰啲出青訓一定搏得過嘅人，有細心思考過英超嘅強度嘅話，同埋即係 U 隊球員嘅身體質素嘅話呢，即係唔係講緊佢哋努唔努力啦？努力但係都輸呢係合理嘅，我覺得合理預期嚟嘅。佢哋3個雖然喺頭先講嗰個5波，無論空中定地面爭奪都好啦，係有不足嘅地方。不過佢哋嘅傳球成功率咧都真係唔差嘅噃。譬如 Chido Obi 咧就傳咗10球，有9球係傳到嘅。Amas 咧就傳球成功率有85%，甚至乎去到右中堅 Fredrickson 咧，即係呢個即係其實後衞對於 Amorim 嘅 system 嚟講啦嚇，即係其實都係一個 build up 上面好重要嘅位置，都有87%。所以其實我諗你話係咪完全唔值得支持青訓嘅球員上陣呢？就絕對唔係。但係你話可唔可以預期佢哋就係解決曼聯而家問題嘅人呢？亦都未去到嗰個程度咯。咁或者要睇翻大家點樣即係點樣解讀呢啲數據。我諗其中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由即係蘇斯克查嗰個年代啦，我哋見到球員呢可能會享受翻足球呢樣嘢，去到蘇斯克查尾段會見到有棄戰嘅狀況出現，然後去到坦克年代有相對即係嚴明嘅軍紀，你好少見到球員會本撇，但係亦都會有發揮得唔理想嘅時候。去到今日就算啦，即係明知聯賽呢係已經冇咩可以爭，
你都見到咧球員喺場上面咧有一個基本嘅紀律係想即係想盡量追嘅。戰意上面就好難講啦，當然，但係我諗佢哋表現出嚟嘅作賽態度呢，已經係逐級咁樣提升。即係當然你可以話我咁樣比較，我哋咁樣攞嚟比，即係冇乜意思啦。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真係有睇波嘅曼聯球迷，你都見得到某個年紀或者某個年代嘅曼聯球隊呢，的而且確可以本劈得好緊要。咁我諗呢一種紀律。尤其是其實大家見到 Amorim 咧喺嗰個記者會又好，專訪又好，好似笑笑口係一個好風騷嘅人，但係其實睇翻好多專訪都話佢係一個即係軍紀相對嚴明嘅一個領隊，咁所以都可以見得到呢，即係而家嘅曼聯有佢基本一定要做到嘅一啲嘢。做唔做應該話，即係佢哋一定要做嘅嘢啦嚇。場上面嘅表現咧，一定要有某種程度嘅紀律同埋態度。最終能唔能夠得到結果呢？我哋唔知道啦，亦都唔係話你努力就得到結果啦。但係最起碼呢，唔會見到大幅度嘅棄戰出現咯。咁呢個係我睇完賓福特之後呢場波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我會覺得係一個少少嘅進步啦，值得記錄一下嘅。咁啊，關於賓福特嘅一啲少少補充咧，亦都包括即係某啲球員冇踢足全場啦，譬如 Shaw、Mount 呢啲。領隊 Amorim 咧喺最後嗰個即係賽後記者會都有提到，其實特登係抽起佢哋，唔俾佢哋踢足全場，保留佢哋嘅體力，等禮拜四咧嗰個陣容可以有多啲選擇。佢亦都特別點名提到蘇爾咧係好重要嘅。另外就係delete。到底佢嘅傷勢嚴唔嚴重啦？咁有啲喺現場採訪記者就話喺離開球場嘅時候呢，呢個荷蘭中堅就唔需要着住嗰個保護靴。咁但係到底實際嘅傷情有幾嚴重呢？我諗都要等翻一兩日先至會知道啦。第二個關鍵字呢，就係人事變動。咁其實呢個關鍵字咧都出現過好幾次㗎啦。最新一期嘅消息咧就係講到，即係有兩個曼聯嘅高層就已經準備離開啦。分別係邊兩個人呢？就係 Richard Hawkins，佢嘅 title 咧係 Director of Football Insights and Innovations。另外一個人就係 David Harrison，Director of Football Operations。就咁聽個名咧，可能你都唔知道佢哋其實係負責啲乜嘢嘢嘅。但係純粹睇翻報道啦，其實佢哋兩個咧都算係曼聯比較高職位嘅管理層。咁啊，先講Harrison 啦，即係 Harrison 係負責做啲乜嘢嘅咧？佢呢個崗位嗰個 title 就係叫做 Director of Football Operations，包括咧譬如訓練場上面嘅一啲運作啦。球員嘅膳食，或者有啲乜嘢地方，即係訓練場上面要修補啊，器材有啲乜嘢要改善啊，呢啲呢本身都係佢負責嘅範圍嚟嘅。咁如果即係睇翻嗰個背景，睇翻而家曼聯7月嘅時候呢，會有一個新嘅訓練場開幕，可能呢都係因為咁樣樣，所以就請一個新嘅人嚟管理啦，亦都唔需要佢留任啦。另外一個人呢，就係Richard Hawkins。咁到底呢個 Hawkins 本身嗰個即係而家喺曼聯在任嘅職位呢，就係叫做 Director of Football Insights and Innovations，聽落就好似係一個相對地先進或者摩登嘅職位啦。咁文章嘅報導就話佢係負責去揾一啲科學化嘅方法去提升運動員嘅表現，當中呢係涉獵到唔單止係男子一隊啦，包括女子隊同埋青訓。都會有即係喺佢任內呢個職位呢係負責嘅部分嚟嘅。咁呢兩個算係曼聯比較高層嘅職位，都係會準備離開球會啦。連同早前呢宣佈咗即係 Director of Scouting，即係球探嘅總監嗰個 Steve Brown，都係會一併離開。其實都算係咧呢個第二輪嘅裁員裡面比較高層嘅職員呢會離開曼聯。大家亦都可以預期嚟緊會有啲報道就會講到，即係呢啲所謂即係前曼聯高層呢，可能會去到其他球會嗰度擔任一啲比較重要嘅職位。就好似其他曼聯球員離開咗咁樣啦嚇，相信傳媒都會有一啲報道係即係不停咁提到佢哋啦。即係我諗其他球會都有高層離職嘅，即係或多或少唔會話有一個人做死一個
一個崗位或者一個球會做咁多年，但係偏偏呢，即係尤其是曼聯而家多事之秋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預期呢啲你其實未必認得嘅名字呢，會被傳媒大肆咁報導咗啊！離開咗曼聯之後呢，就去到邊度邊度做一啲高層，亦都有一啲有一啲即係小道消息就會話，即係之前嘅裁員呢，佢哋離開咗曼聯之後，準備去一啲相對中小型嘅球會嗰度做 CEO，或者係做一啲更加即係 title 上面係有 inflation 嘅，有升職嘅咁樣樣。咁無論點都好啦，其實呢、個backroom staff 嘅革新呢，都勢在必行噶啦，亦都係呢個第二次嘅裁員嗰度呢，見得到有一個 pattern 就係 Ineos 好似唔會直接話要佢離職嘅，反而係更多會先提出不如你調去其他崗位啦，或者負責其他嘢啦。如果你真係唔接受嘅話呢，你就都可以選擇走嘅咁樣。咁我諗即係呢段時間就會見得多啲呢啲新聞啦，亦都有一啲最新嘅消息就今日我先見到嘅，就話 PSG 嘅足球總監咧金波斯就有機會離開巴黎，就同一間即係歐洲嘅主要球會嗰度即係接洽，就話啊會唔會即係加盟呢？亦都有一啲小道消息就話啊係咪會嚟曼聯啊咁樣。咁但係Ben Jacobs 呢個足球記者亦都有強調翻，就其實呢，金波斯喺巴黎其實仲傾緊會唔會續約嘅。至於同曼聯呢，其實就冇一啲好實質嘅接觸。咁啊，大家唔好幻想太多。咁或者我哋都留意下個事態發展啦。即係當然一方面有時會有啲傳言傳出嚟。因為佢都的而且確係一個相當即係有經驗、有成功例子嘅足球總監，但係佢係唔係會嚟曼聯呢？咁我哋就即係拭目以待啊！而家呢，就真係唔好 FF 太多住啊！咁啊，呢啲離任嘅人走咗之後，到底有冇新嘅人加盟呢？亦都有一啲即係上個月啦，而家5月啦，4月嘅時候咧都有啲傳言就講到話，即係 Ineos 本身擁有33%股權嘅平治車隊，呢個 Formula One 嘅車隊呢，裡面有一個意大利嘅data analyst，就係即係 data scientist 唔係 analyst 啊，係叫做Michael Sansoni。咁呢個意大利人呢，喺英國讀書嘅，咁就讀修咸頓大學係關於太空力學嘅嘢啦，本身都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數據分析師。咁佢就即係亦都有一啲傳言就係話佢會喺 Ineos 嘅即係接管咗曼聯嘅運作之後呢，會將佢調去曼聯去重建數據嘅部門。咁如果之前有睇過我喺 Facebook 專門即係去專題去寫曼聯數據部門有幾咁不堪，有幾多即係重建上面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嘢呢？我諗 Michael Sansoni 而家就係嗰個人嘗試去即係洽談佢啦，將佢由平治車隊帶去曼聯去重建呢個數據部門。咁呢個人本身都係即係當然啦，讀得太空力學嘅都真係好熟悉數據同埋好唔介意數字噶啦。咁但係到底佢喺平治車隊嘅經驗有幾幫助到足球嘅運作呢？咁我都真係唔係好清楚啊。但係呢個呢，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因為畢竟呢，我哋走咗嗰個數據部門嘅總監之後呢，都仲係未有人接任。如果有一個的而且確做開呢樣嘢嘅人接任呢，或者都可以係帶嚟一番新景象嘅。咁我哋又即係留名等睇啦，到底會唔會即係 work out 呢？呢個任命咁樣。好，有消息呢就會再通知大家嘅。至於球員方面呢，亦都係大家最關心噶啦，即係球迷關於嗰啲 backroom staff 呢，就未必係好大關注啦。始終我哋可以肉眼睇到嘅呢，就係場上面嘅表現。咁啊，買邊個球員呢，亦都係每年夏天必然會留意到嘅嘢。關於全曼聯呢，我諗每個暑假或者臨近轉會窗開始呢，大家都會收到好多唔同消息。反而呢，係即係我記得喺3月嘅時候，《泰晤士報》有一篇由佢哋嘅首席足球記者去寫嘅文章，關於 Ruben Amorim 嘅，就其實佢都係去採訪一個喺葡萄牙嘅足球記者，就問佢你點樣睇而家呢個曼聯嘅新任嘅主教練。咁其實文章裏面都有提到呢，其實 Amorim 係非常之鍾情左腳嘅球員。喺佢離開士砵亭嘅時候，
而家嘅陣中呢，有22個球員啦，當中9個都係左腳嘅，亦都相當之即係喜歡將啲球員呢放喺一個叫做文章裏面就話 wrong side 啦，即係由左腳嘅球員負責踢右路，甚至乎連防守嘅球員呢都係咁樣嘅設置嚟嘅。喺而家曼聯陣中有一啲具創意嘅8號或者10號位，亦都有一啲好硬朗嘅6號位球員，甚至乎傳統嘅fullback 啦，即係閘位球員啦，呢啲都唔係佢常用或者喺佢即係任內咧，士砵亭咧會用到嘅球員，反而咧佢需要一啲ground covering，即係可以覆蓋大範圍嘅掃蕩型嘅球員，6號位嘅球員。同一時間喺2個10號位咧，佢會將佢哋擺喺一個 wide forward 嘅位置，即係有啲似4-3-3嗰啲即係邊路嘅進攻球員啦。同一時間咧有好大量跑動嘅 wing backs。咁我諗呢啲都會係大家對於3中堅陣式嘅一啲基本了解。但係實際上嗰個呢個理念啦，搬到去英超嘅時候，佢會點樣調整呢？我哋都未知道嘅。但係按過往嘅慣例，我諗一啲左腳嘅球員啦，尤其是而家曼聯陣中咧係相對少左腳嘅球員。同一時間需要大量跑動，身體質素強健，亦都係有即係文章裏面有講到，佢需要一啲好飢餓嘅球員。呢啲球員能唔能夠喺一個轉會窗裏面即係帶到晒過嚟呢？我哋就唔肯定。同樣地，我哋都等緊即係 Emery 可能喺呢個暑假裏面再思考一下，到底呢，佢會點樣調整佢嗰套理念放喺英超嗰度？仲有一點比較特別嘅呢，就係文章裏面都有講到，其實利物浦都有諗過邀請佢去執教嘅，但係因為呢個教練呢，即係相當之鍾情3中堅嘅陣式，利物浦未必好想咧花即係大量嘅金錢去滿足佢呢個要求。但係另外一點佢睇上 Emery 嘅呢，就係覺得佢喺葡超上面控制球員嘅傷病啦、loading 上面啦，處理得相當之好。亦都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有熱情嘅教練啦，所以咧其實都有考慮過揾佢嘅。同樣嘅理由亦都係因為點解韋斯咸咧會邀請佢去見工。但係同一時間佢嚟到曼聯之後，佢會點樣調整佢嘅理念啦？亦都有講到譬如佢喺葡超嘅時候，即係 Gyökeres 呢個瑞典前鋒係非常之幫到佢成就到當時喺葡超嗰個偉業。咁到底嚟緊呢個暑假 Emery 同埋Wilcox 啦，甚至乎 Christopher Vivell 啦，會帶啲咩人過嚟，都好影響即係下一季我哋見到嘅曼聯嗰個踢法嘅。咁到底而家我哋見到曼聯嗰個表現，譬如一啲比較防守嘅位置比較 low block 啦，我哋喺整體嘅操作上面，即係個球隊嘅運作上面呢，嗰個節奏係慢啲嘅。到底下季會唔會見翻呢啲嘢呢？因為頭先我講嗰兩樣嘢都唔係Emery 喺葡超嘅時候嗰個士砵亭嘅一啲主要理念嚟嘅。咁但係相比之下，因為 Emery 喺葡超接手士砵亭嘅時候呢，因為Covid 嘅關係，佢係有3個月嘅時間唔需要比賽，可以將佢嘅理念呢，即係帶入去球員嘅身心靈嗰度啦嚇。咁但係佢季中嚟到曼聯，當然就即係每3-4日踢一場比賽，同一時間呢，球員亦都由一種陣式跳去另外一個陣式，係一定有好多陣痛噶啦。呢個陣痛會唔會喺呢個暑假嗰度得到一啲舒緩同埋適應呢？咁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第3個關鍵字呢，就係歐霸杯。咁其實呢，再講細緻啲呢，就應該係歐霸杯嘅評論啦。畢竟呢，即係英超塵埃落定，由利物浦奪得即係冠軍之後呢，個焦點無啦啦又翻去曼聯身上，唉，真係搞唔掂啊！咁其實關於歐霸杯有啲咩想講呢？其實就係今日啦嚇，今日有2單新聞，分別咧喺賓福特賽前同賽後都有類似嘅評論出現嘅。咁喺賓福特賽前有啲乜嘢出現呢？就係喺《泰晤士報》嘅一篇評論文章上面呢，由一位作家同埋記者啦，叫做 Alison Rudd， 咁啊特登咧就寫到底今年嘅曼聯同埋熱刺其實到底值唔值得
透過贏取歐霸杯可以晉身歐聯資格呢樣嘢呢？先講講嗰個背景先啊，就其實由2014-15年球季開始呢，贏到歐霸杯就自動有歐聯資格。呢個即係呢個規矩呢，就已經去到而家已經有成10年噶啦，有成10個 season 有多噶啦嚇。我都唔明白點解係突然之間而家先至會有呢個討論。咁嗰篇文章咧都幾唔客氣嘅。咁 Alisson 就寫到咧就話因為曼聯同埋熱刺喺聯賽嘅表現就相當之不堪入目，佢覺得非常之 embarrassing 啊，非常之尷尬。呢兩隊球隊根據佢哋嘅班費啦，根據佢哋嘅即係地位啦同埋歷史啦，如果以呢一個表現去完成聯賽嘅排名呢，就實在係只係值得即係頒一個獎，就係得一包熊仔橡皮糖嘅啫，就係 Haribo 嘅啫，就唔值得呢。就算贏到歐霸杯都唔應該俾歐聯佢哋踢嘅。咁我就完全唔明白到底呢個論述係即係建基於啲乜嘢嘢啦。即係忽然之間呢，呢條規例實行咗10個 season 以後呢，由曼聯同埋熱刺爭奪呢樣嘢就特別唔公平啦。咁啊完全拗晒頭嘅。咁喺賓福特賽後，英國 beIN Sport 嗰邊呢，亦都有幾個資深嘅足球評論人，亦都加埋阿仙奴以前嘅領隊雲加呢，亦都有批評或者係評論曼聯而家呢個時候啊，喺英超又輸一場啦，即係好似馮堅成咁講，到底佢哋又係唔係值得贏取歐霸杯，透過呢個 back door 去呢個後門啊，去獲取呢個歐聯嘅資格？咁呢兩個主持人呢，本身都係一個相對資深嘅足球評論員，亦有其中一個呢，亦都係以前踢過列斯聯嘅前球員啦。咁佢哋講起呢個問題嘅時候，亦都有問啊，雲加你點睇啊？有啲評論就話曼聯係唔應該透過贏取歐霸杯去得到歐聯資格喎，又係唔知邊度嚟嘅問題。咁雲加亦都無啦啦附和佢，就話即係啊，我覺得曼聯呢，就算贏到歐霸杯，最多都係應該可以令到佢哋有下一季繼續踢歐霸杯嘅資格。呢個講法又係令到人好拗頭啦，即係完全唔理解點解今時今日先至忽然之間彈出呢一個咁樣嘅評論。如果大家係有睇開波嘅話呢，即係過去嗰幾季，尤其是西維爾杯啊，即係大家都熟悉㗎啦。歐霸杯經常都由西甲嘅西維爾奪得，佢哋喺西甲嘅排名本身都唔係好高。佢哋都會透過歐霸杯即係贏咗呢個獎杯咧，踢到歐聯嘅。佢哋都係排10幾位嘅啫。點解當時又冇呢啲論述呢？尤其是雲加係做過即係歐洲足協嘅一啲職位啦。佢喺呢個時候突然之間走出嚟就話啊，我哋係咪可以試下去 review 一下呢個規矩呢？又係令人拗晒頭。咁不過啦嚇，雲加呢啲呢，就即係相對地老練嘅人呢。之後都有講翻少少保底嘅説話嘅，就話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會有一啲人就講你參加得歐霸杯，贏到歐霸杯，你點都要俾啲甜頭佢哋嘅，亦都有一啲推動力，就話贏到歐霸杯呢，下季就可以參與歐聯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已經實踐咗，正如我所講啦，2014-15年球季開始到而家都係呢個規例。突然之間呢，因為今季係由熱刺同曼聯爭奪，就突然之間有啲評論就走出嚟就話啊，係咪應該要反思下呢個規矩啱唔啱呢？ make 唔 make sense 呢？其實雲加亦都有提到就話啊，因為英超呢有好多支球隊都係有資格爭奪歐聯嘅，我哋係咪應該再俾呢兩支球隊排名咁低，贏到歐霸杯都要踢到歐聯資格呢？但同一時間喺同一個節目裏面，佢亦都有提到就話英超嘅競爭性咧越嚟越細啦，因為你成日都見到嗰啲升班嘅球隊咧，好似坐緊 lift 咁樣，升降機咁樣，又係同樣嗰3隊又降翻落去即係英冠作賽。咁到底佢個立場係點樣呢？到底英超喺國內嗰個即係競爭性係大定係細呢？同一時間亦都係因為佢哋喺歐洲嚟講，可能相對其他聯賽強度特別強、特別高，所以佢哋對於其他國家嘅聯賽球隊有一定嘅優勢，比較大機會贏到其他歐洲嘅賽事。咁到底呢個係代表競爭力強定係競爭力低呢？因為完全係自相矛盾嘅評論，就真係令人摸不着頭腦。更加重要嘅係，
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想修例，咁你咪修例咯，又唔需要係特登話有兩支喺英超聯賽排名比較低嘅球隊有機會贏嘅時候，先至嚟觸發呢個討論。畢竟即係所有嘢都有原因嘅。英超聯嗰個強度點解咁強？點解會有即係咁樣嘅球隊出現，咁樣嘅賽果出現，亦都係有原因。你更加唔能夠透過呢個評論就話，到底其實係咪其他聯賽球隊一齊都喺歐霸打假波呢？咁呢個亦都真係拗晒頭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就算利物浦贏咗聯賽冠軍之後呢，都係唔明白點解有啲輿論都會翻返去討論曼聯嘅。咁呢啲新聞呢，都會係過去呢一段日子覺得大家可以